后来，这个拍电脑或者是背手机啊，长期拢固定一个姿势，一定是会更加酸痛。啊，即摆有真侪人会用这个髻周泡的按摩器来处理酸痛的症状。也毋过卫福部讲，毋是用久镜头就会减轻哦。正确的使用方式是，一天莫超过2摆，每一摆用半点钟就好。啊，这个低母灯的患者甲有心的太太，拢无适合来使用。另外，这个髻周泡的治疗器是属第2等级的医疗器材，购买时阵都要认明合格标章。不管是咧用手机啊，也是目睭一直咧看电脑，这个姿势若久啊，迄才是无正确。你会惊觉甲颔棍是毋是酸痛？可以直接贴在疼痛的地方。这是髻周泡治疗器，搭电极片甲电流导入体内，作用是阻止大脑痛觉接收，就会当感觉肌肉放松。不过，毋是用愈久就愈有效。真的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好比说烫伤、水泡，那或是电完之后反而更痛。对，因为电的电量不当啊，或是电的时间太长啊，它的能量会累积啦，所以我们一般建议一次的使用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。意思讲，包括有型的患者、有心率载入器、有心的护理人、新生儿拢袂使用。另外，所扛的位置、头壳、暗动脉、心脏拢是危险，爱避开。这种治疗器属于第2等级的医疗器材，民众购买爱认明合格标章。医师提醒，髻周泡治疗是治标无治本，爱较接运动，毋通维持同一个姿势伤久，才会当避免酸痛。